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村民太飞》，我是陈明珍。我俩所在位所呢，係到高雄市田寮内门滨旗山3日區夾基嘅山坡度哦。我背後呢是頭擺古羅漢內門北京第一名嘅馬頭山。19年前呢，是為咗個創上嘅民間創上一站呢，取得了馬頭山府區104公頃嘅台糖地吼。嗰陣時講咗嚟起一種嘅事業飛嘅燕麥廠，不過嗰陣時嘅高雄縣長楊秋興並冇來核准開發。10年後呢，呢個地方馬頭山又同樣要創上嚟提出過嚟起一種嘅熱氣嘅事業飛嘅燕麥廠哦。呢下到地方上引起清太嘅風波，有人贊成，也有人冇贊成。到底贊成人嘅理由係乜嘢？冇贊成人佢嘅想法又乜嘢呢？所以底下嚟到呢一種嘅馬頭山嘅府權嘅熱氣。事業飛起燕麥廠侵權嘅旗山嘅死亡橋哦，將蔡天鄉親喺個地方上關心嘅社團組織共同嚟開講一場嘅關心。開會了！剛頭來到呢個慈王宮吼，來到呢個嗰種熱氣事業飛起嘅燕麥廠呢，只有1公里長，天吼係非常非常遠嘅嚇。嗰時候呢見比現場來賓有來到呢個內門區嘅，也有田寮區嘅，還有旗山區嘅哈。那現場這個3個區田寮、旗山還有內門區的鄉親，大家午安，大家好。好。首先呢，介紹是台灣水資源保育聯盟理事長黃安調，黃理事長你好。田寮鎮嘅鄉親，大家安，大家好。好，謝謝理事長，謝謝。馬上為你介紹第2位來賓，這是旗山尊懷基金會的王忠義王會長，王會長好。大家好，高雄村長好，主持人好。好，謝謝。其實呢，我們如果這幾天暑假期間，大家有到旗山去遊覽的話，在旗山的這個老火車站附近哦，掛滿了白布條，說這燕麥廠啊要離開這個他們的家鄉哦。其實這個案子呢，在地方上已經引起非常大的議論哦。究竟居民的想法和原因是什麼？我們先跟着記者鏡頭去了解一下。不要世紀毒！民眾所講嘅世紀遺毒。係講用入者上海的馬頭山山崗下做一個廢棄物處理廠，加到清掃都是隻埋下去嘅東西，會影響到環境。為做燕麥廠嘅手勢，就像係無營養嘅，影響大家。乜啥就唔想留垃圾廠做零沙。一定會影響到啦，伊都吼土地遐寬嘛吼。土地遐闊，伊毋知要緊待幾十年，咱毋知啦吼。即係居民大家攏會煩惱啦。住佇遮已經會使講100多年一啦啦。阮住遮衛生環境實在有夠清幽，有夠好啦。即擺要來緊做這個糞掃場。看那過去山嘅現狀就像馬一樣誒。馬頭山的內門、旗山還有田寮區夾嘅蔬菜，一下吧，時時推推就黑啲鴉片。阮遮過去攏烏鼻仔水的，落去食雞蛋的。若是即個廢棄物互飛來水調入水，對人身體因為損害嘛袂遮實啦。閣若飛佇這農作物攏調佇農作物，佇飛來佇厝攏調佇厝呢。這有夠水的無？這已經閣10工就閣10工就會遮實啦，閣10工。飽滿嘅牛眼掛啲水蛋糕，阿爸攞佢摘下來送俾大家食。同時期新冠度未上得能擺喏，還有安心嘅農作物好搶大家食麼？不安唔了解嘅氣氛，乃就係。我真已經30年厝，我無讀冊，我今年75歲啊啦。我無論安怎，我一定愛抗爭，一定愛抗爭，無抗爭袂使。好，新聞影片最後一位阿伯說：沒有抗爭不可以哦。其實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地形的示意圖了哈。目前我們看到是事業廢棄物掩埋場呢，是在這個地方，靠近的是我們高雄的田寮區、跟旗山區和內門區。這個區域呢，它究竟是可以大家共同多方集體來監控呢，還是說它是3不管地帶呢？這就是居民非常憂心的一個地方哈。新聞影片上面看到碼頭山在這邊，它其實這個計劃區呢，目前呢這一次要開發的是28.7公頃，
但是厂商在这边拥有150公顷的土地，会不会分期分区开发？这只是第一期。那这28.7公顷呢，的这个面积和土地呢，其实就是要来做所谓的乙级事业废弃物的掩埋场。那但是我们知道呢，这个掩埋场呢，并不是。这讨论呢，并不是从这次才开始。事实上，在2005年，也就是10年前，当时候还是高雄县的时候，县市还没有合并的时候，厂商呢就已经取得了这边原本是104公顷是台糖的土地哦。那经过这个私人购得，然后再法拍，然后由厂商所取得，辗转取得这边104公顷的土地。当时候就说要来盖事业废弃物的掩埋场。不过呢，当时候的这个高雄县的这县长杨秋兴说，不行哦，这个环境影响评估可能不会过，还有地方上的居民大家都不同意哦，所以就没有核准这样的开发案。10年过后，我们还是重新来讨论这个150公顷或者104公顷要不要盖事业废弃物的掩埋场。好，那我想10年来这个样讨论在地方没有停止过，我可以先请湘青告诉我们吗？你们赞成或反对？原因是什么？请举手发言好吗？哪一位？好，这位大哥。因为住伫遮足习惯啊啦，好做这个垃圾掩埋场内吼，这个废弃物倒咧，因为别过啊年久月深，10年、20年、30年、80年，伊这个废弃物发作的时，因为阮遮的弟弟囝儿孙都拢无法当大啦。以上安尼甲恁报告。还有没有哪位乡亲有意见的？请举手发言好吗？好，这一位大哥。我就是担心讲咱这个废弃物掩埋场伫遮那因为这个物件若是有毒的话是毋是会影响这个游客？讲游客唔敢来咱旗山游览，人可能嘛唔敢甲因的主题送来互阮这个人照顾。若安尼情形下呢我所投资的遐济这个投资可能会毁于血本无归血本无归，可能会拢无去啦。所以讲这我是上担心的所在。这个讲这个水，讲咱遮无水文袂黑白流，我讲这毋是事实。因为阮边仔遐就有一窟叫做情人湖，这窟就是阮来旗山30外冬毋捌打过。那么毋捌打过是证明啥呢？讲有泉水。第2点，我阁讲一下咱旗山是水源保护区呢，水源保護區都飼豬仔嘛袂使愛離牧離場，飼豬仔袂使，也袂使起工場，愛豬仔豬屎算上無毒的都袂使啊。是安怎這種物件會當來帶咱這個所在？我是感覺這非常的矛盾。謝謝。还有哪一位？好，这位大姐。你这张图要告诉我们是什么？我们这一块区域画蓝色这一块是目前厂商要盖的地方，就是要盖28公场的地方。是。那这边呢，我们查了，就是说这边是旗挺巷56号。那它从日据时代以后到现在目前为止，都是一直属于说是旗山区。我们这边有一个，这边叫花旗山庄社区，有个集合式住宅的这个区域。对对对，这些都是集合住宅。其实离你们住家很近。很近很近。还有人住在旁边的。对，最旁边的是这一户。那因为现在环评法规规定说，他要在当地开说明会，可是他当天的说明会是开在内门紫竹寺。那我们现在依据环评法规的话，他要是在当地，可是我们旗山的话是离最近的。所以当地的话，应该是在我们旗山开才对，对不对？所以你说这边都是属于旗山行政区，属旗山，可是说明会是在内门开的。对。所以你们离得很近，但是没有来这边开说明会。对，没有来开说明会。那他通知依法规通知是要在开说明会10日前要通知当地的居民，可是他们附近公司询问给旗山区公所是5月5号。5月5号，那旗山区公所收到是5月6号，5月8号就开说明会。5月8号就开说明会了，所以依法规来讲的话，他这样子是做是不合法的。就依法行政来讲，程序上有一些瑕疵就对了。是，对。好。然后他在现在的环评书里面说的是，他的往这边内门
这边只有少数的住户，但是呢，以我们旗山三协里这边的住户加起来的话，大概会有1000户的住家在这边。那它的环评书里面完全没有提到这一点，只是提到说往这一边只有少数的邻近住家。那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旗山的居民来讲的话，相当的不公平，有避重就轻的这个嫌疑，是不是？对对对。好，谢谢你带来这张图，告诉我们这些讯息。好，谢谢。我们来看一下，刚刚这位大姐讲到说，其实5月8号有在内门这个紫竹寺啊开这个说明会。当时候这个公开说明会里面，我们来看到的就是说，目前要开发这个乙级事业废弃物掩埋场是这个富俊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当天的这个公开说明会呢，是由这个董事长许福森许董事长来做这个说明的哦。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富俊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呢，它所营的事业是废弃物清除和处理这些部分。那是在民国100年的11月10号来设立的。那负责人呢，跟董事长是不同一个人哦。那资本呢，原本是100万，原本是100万。那乡亲是不是对于这100万也有一些想法或疑虑？好，这位大哥。富俊公司在那个码头山设废弃物掩埋场，它占地有150公顷。早期它这是台糖的那个土地，当时它是种甘蔗的，后来是由安丰公司，也就是当时的市议员那个吴德美，他买下来。但是呢，吴德美买了下来之后，跟外面讲说他要盖学校，所以他当时也跟银行贷款超贷，然后掏空，然后再经过法院那个拍卖，由国联可林卫公司标购。后来为什么会变成这家富俊公司在开发？我令人感到非常的怀疑。富俊完全没有经验，没有任何技术，资本只有100万的公司来开发，真的让人感到非常的怀疑它的可信度。如果发生意外的话，那我们怎么办？所以你觉得说，一家资本额就100万的公司，如果要开发28公顷的一个事业废弃物掩埋场，将来发生任何环安或公安意外的时候，这100万的资本额根本就不足以来做赔偿和补救工作。好，人家在5月14号的时候呢，就把它增资到3100万了。对，没有错。王老师，就是说，其实旗山地区，这个废炉渣的这些费用、这些问题也蛮严重的。那就是说，您觉得说旗山地区还有可能再继续承载这样子的一个？我们目前看来说是，无毒或者是无害的一些事业废弃物，再埋在我们旗山内门这个区域块上面吗？有可能吗？这间公司伊的野心是150公顷，唔是29公顷尔。另外150公顷设落的时阵咱规个内门、规个旗山就要灭去啊！150公顷的迄个。乙级废弃物还是偌济，咱过来看咱码头山内门加三合里咱旗山三合里的这个所在，你看密麻，拢是咱种果子，种较早是种甘蔗啦，种果子的一个所在，种破纸，所以咱的布店拢足济咱的皮糖嘛，咱的糖，内门咧。更加可怜，内门拢山啦，拢水啦，你搁互埋落咱大个所在但关前内门即个所较平的所在尔啦，其他的人拢爱走，其他的人都爱叫赶走啦，若赶走，咱内门的会紧要走对去。目前呢，我们刚刚这个王会长讲到，这边呢是山坡地啊，好，这是山坡地的保育区，它是属于林业用地，所以呢，那。将来设置之后呢，它要去变更地目，变成特定专用区，可能就是事业废弃物的掩埋场的特定专用区。那目前呢是看到这是码头山那这个是2地形。我们知道田寮的月世界很有名大家说是个泥岩地形是个2地形。那这附近呢也有一些旱田、果园等等这些，还有农耕地，还有民宅。
那将来呢，我们看到就是说，目前先看到是有这个掩埋区、管理区、公用设备和公共设施、绿带场等等哦，那会做这样的一个变更使用。那就有乡亲就觉得说，这不就是要林业用地、水土保持区吗？还有在环评书里面讲说，这里超过50%以上的面积是坡度超过40%的5级坡。按照现行法令，5级坡是不能开发的。如果公务员都要依法行政的话，这些现行法令的这些相矛盾的地方，是不是要来说明清楚呢？好，那我想这个部分呢，大家就觉得说，我们这里不是没有住人，这里也不是没有水源，把这些所谓的说是无毒无害的以及事业废弃物埋在这边，难道真的对当地乡亲生活和环境一点伤害都没有吗？我们先跟着记者这个镜头去了解一下。为做掩埋场以前的说明会，现场气氛当激动。对居民来讲，掩埋场的消息忙是停固。同样的味业，3年以前，本来没爱做甲级，也就是油土废弃物的处理厂。业者强势引起民众抗议，无爱做位。不过，眼下稍微再过了一摆，为啲本单的素材，佢申请爱做业级嘅废弃物处理厂。伊申请的是1级的废弃物嘛是毋是讲伊的这合法演出不合法咁这个甲级的伊会来逮呢？咱唔知这个情形啦，这咱唔知啦，大家拢会担心嘛，对唔对？爱做掩埋场嘅业者係前高雄县议长許福生，先前的說明會後，佢對居民更加保證。無要做咱的醫療廢棄物，咱嘛無要傷有毒的、有害的腐爛廢棄物。他們說沒有毒，那我們是很質疑，誰來把關這個呢？它就蓋在2人溪的周圍，那它的阿公店水庫的越狱引水道和它的正下方，那它已經是整個是臨整個水源地了。那我最擔心的一點是，它離旗山溪只有4公里。那因為旗山溪下去就是高屏溪，就是大高雄地區那個澄清湖水庫的水庫用源。計劃區當中有2處水內，歷史從下背就是引高屏海嘅水去到阿公店水庫，下背係引海松節。內門這一帶的居民說靠這個2人溪生活的太多了，比如說農作物，龍眼啦、芒果啦、蔬果啦、稻子啦，這等等這些農作物幾乎都是從這個地方而來，垃圾掩埋的。我感覺到第1-2年應該是都很按照標準來做，一久了之後就會變樣了。如果說污染的水流入2人溪，你看下游裡面有這個田寮啦、阿蓮啦，這一帶。它們污染是不是更嚴重嗎？有人親手用水安全冇？不過沒有居民認為，呢個問題應該要先解決。這人頭倒的啊，這攏是啊，規個攏是啊，倒甲全部攏是啊。這10幾年來啊，即馬算若無好好處理，這愈來愈嚴重啊。大家攏當做只是糞掃場硬得等啊。見行工前，看啊，人工的書板、茶几、毛物嘅，連舊的家具、家樂貨、建築廢棄物，要本人得啲鴉片。那如果是會當成立一個組合化的、互全民監督的掩埋場，這是絕對上好的啊！無你這要起蛋的海嗎？你這要甲用起蛋海嗎？敢有可能？一定是要找一個足適當的所在來做這件代志，來甲掩埋。掩埋了，才會無這阿里阿雜的物件。掩埋場附近嘅里總反映，希望垃圾嘅問題早點會解決。對掩埋場，佢就係安尼想。掩埋場這個原則書，目前上人也未來做。這按不便去咁批評什麼事情事蹟，有需要啊，應該是有需要啦。大家攏愛地方，愛環境，這人應該愛先關心這所有風頭道的範圍，唔得對。今仔日唔是講不管講倒對一嘢，什麼人嘅所在都無愛用倒糞掃。但是你主要咱都愛家己，咱這里民，來大家共同來努力這個工作安尼啦。垃圾廢棄物引起大家討論，先前計劃案既然送交環評呢，業者強調通過政府嘅審查，將會開始做。環境影響評估的委員2/3都是戶外委員，都是環境、生態各方面的學者專家。
这个地方是属于山坡地的哈，山坡地它是属于林业用地，所以还牵涉到水的水土保持哈。这个地方也属于非都市土地哈，所以它有关于相关的事业计划要提都划单位的一个都市计划的一个审查，变更的一个部分。也卖从会做梦、机密、想法莫强用。刚刚新闻影片没看到有一些这个没有良心的业者哈，把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倒在我们这附近的山沟沟里面。这个所谓的乙级事业废弃物到底是哪些事业废弃物啊？3年前是说要申请这个甲级的事业废弃物掩埋场，不过3年前那个甲级事业废弃物掩埋场没有过，3年后申请是乙级。好，现在看看甲级是什么呢？有反应性的，有腐蚀性，有燃烧性、感染性、累积性、变异性等等等等，这些是有毒有害的事业废弃物。那我们再来看到是乙级是什么呢？乙级什么？废塑胶啊、橡胶啊、土木建筑废弃物啊、污泥、矿渣、炉石啊，还有一般性的医疗废弃物。刚刚我们这个影片当中看到，在公开说明会的时候，这个许福生董事长说不会收医疗事业废弃物，可是乙级里面包含一般性的医疗废弃物，难道是要排除在外吗？还是说需要更进一步的说明呢？好，再来是土壤。这些土壤到底是什么样的土壤？是那些已经被污染过的重金属的这些田地的污泥呢，还是说非有害认定标准这些土壤？那这些东西对环境的影响到底是什么？其实没有人说得准。我们来听听看我们的高雄县环保局的局长周灿阳周局长，他对于这个乙级事业废弃物到底是有毒有害还是无毒无害，他的说明是什么？甲级一般来讲应当是属于这种有害的啦。乙级一般来讲都是无害的一些东西的。申请乙级就一定要弄乙级东西？对。假如没有呢？我们会有？当然他不行啊，他就违反法律了，我可以告发，甚至让他停工。这些东西他从哪里来，就是要做一个申报啊，都知道啊。我们可以不定时的去抽查。所以我想我们一定有这个机制来做一个管制他的。当然他乱来的话，当然被我逮到就是依法重罚。甚至让他停工都可以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后续一定会加把劲来做一个处理的。好，这个局长说会加把劲来这个监督处理哦，但是目前就是说在营运计划书里面，是不是要把后续的这些监督的这些或抽查这样的经费和人力放进去呢？目前没有看到。马上来问这个台南来的黄理事长。好，其实台南也有这个一些案例了哈。那你们也在2人溪这个下游这个部分，告诉我们你怎么样看待这个事业废弃物掩埋场设在这个区域？你的想法是什么？我还未讲2人溪以前哈，我先来讲永阳哈。永阳这件代志应该大家拢非常的清楚哈。在台南东山。对，东山的永阳哈，阮伫遐已经补好10档哈，补10档足足哈，别赶袂走，爱多啥多洗哩啥多洗哩伪造文书啦。毋好，加在阮太认真找咧。才会当找到因的毛病。像拄则我感觉讲，咱乡亲的时阵已经拢知影啥呢？比如像水的问题，伊嘛甲恁骗呢。伊讲这个所在是泥岩，泥岩是草木不生的所在呢。你看咱这个所在树啊遮尔济，咱的植被遮尔丰富，伊甲你讲这是泥岩，各位乡亲，你敢要相信？当然嘛，唔相信，你讲对不对？所以我感觉讲像这个物件吼，已经作咸啦。即摆搁过来，我咧讲即个掩埋场吼，你为什么袂使叫写落去？掩埋场你若写落去的时候，是永远晚赶袂走的物件。我以前定咧讲一句话：祖先留给我们青山绿水、金银铜铁、地丰饶。但是呢，我们留给子孙是啥？荒山石榴、汞泥胶带和废料。这个计划区呢，目前看到是在这边，它会影响的就是我们刚刚讲2人溪流域。2人溪流域出海口呢，就在高雄跟台南的交界的地方，所以他今天从台南来这边声援也是有他的道理的。再来是阿公店溪的集水区，好，我们刚刚这个理事长已经讲了，不是完全没有水源哦，它对水源难道是真的完全没有污染吗？还有就是说这些乙级事业废弃物，我们刚刚看到这些炉渣炉石，难道它的扬灰掉到这些水源地的时候，真的对环境、对健康没有影响？这个2人溪出海口这边遮过去的时10几年前，你唔知有印象无？迄边遐有绿牡蛎绿牡蛎，迄款物件嘛，事业废弃物呢，废五金。即摆搁过来，伊烟花会废弃电路板。即摆搁过来，
哦，伊这具体顶回吼，迄个做地筛石，搁过来番茄溪的工业污染，即个深溪溪的工业污染，甲三亚江溪的工业污染，所以像即个讲时阵这种的污染造成二林溪已经死几啊遍死无去，死几啊遍死无去呢？咱台南因为过去污染拢发生伫咱台南市，所以台南市的时阵，这10几冬来开了10几亿，而且开了足侪志工的心血。即摆现出是这条河川渐渐咧起死回生，非常的不幸。咱内门这边遮，咱德海门这边遮，准备要搁做水的废弃物掩埋场。为什么？咱唔通忍耐？咱这个所在是高雄市的后花园啊。是不是真的这个如我们的厂商所说的，我会做好这个防水不透水这部分？我们现在看一下这张图哦，就说好在这掩埋的这些废弃物的时候呢，它铺着不透水的这类布哦，就所谓不透水层，会铺那个，我看有一些乡亲有去参访过一些，有去参访嘛，对不对？会铺那个黑黑的那不透水的塑胶布嘛，哈。好，那这东西呢，它就可以阻止这个废污水呢下渗，而且说这边是泥岩啊，这下渗这个要经过几百年的时间才会下渗一点点了，所以它有致密性，还有不透水性，所以安全上面大家是可以放心的。我想，我们先来听一段高雄市环保局长周局长他的说法是什么。等一下我们再来请我们的这个黄理事长告诉我们他在台南东山又遇到什么样真正的现实的状况。先听一下这个局长的说法。基本上它是属于一个类似卫生掩埋场嘛，哈。那卫生掩埋场其实在以往的这个审查里面，大概比较会知道的就是说。它这个地方是没有做不透水布啊，这个废水有没有做相关的一个处理的一个部分啊？未来如何来做有效的一个管理的部分啊？又不会造成所谓的空气啊，或者是这个被风吹送走的这个部分水的处理有没有符合这个放流水标准种种，我想这些还有车型的路径我想这些都是会在环评审查里面都会考量在里头了，因为你比如说你这个道路已经太拥挤了，那就再多增加这些车辆进来，会不会造成整个的一个车辆的一个行进的一个问题？我想这个也都是环评委员里面他一定会帮你审查到的一个部分。好，局长说这有环评委员来把关，而且这个刚刚的新闻影片，这个陈局长也说有2/3的环评委员是府外的专家学者，大家要放心哦。那我知道台南东山的那永阳事业废弃物掩埋场也是环评通过的，也是有这个专家学者在把关的，但是实际状况是什么呢？黄理事长告诉我们。来，你即马照啥？照东山永阳迄场就对啦吼，迄场哦时吼，伊用防水胶布铺起来哦，结果呢破高高。破，因为伊伫外口面的时阵，迄个啥风化一定会破嘛，这第一点。第二点，咱甲想，你一台拖拉机30几吨交落去，迄条防水胶布袂破吗？搁过来，因内底有路土机咧作业，路土机咧搞防水胶布袂破吗？第二点的部分，我来讲这个粪扫，伊这废弃物安怎管理？像这本环评书内底面写讲，伊即种纸上作业啦姑且一看就好。纸上作业，伊讲的时候，这物件，伊倒一间公司，伊即摆会先去了解，先去调查，调查了后时候，伊即摆会参与签契约书，契约书了后时候，伊即摆粪扫入来，废弃物入来，因会目视检测，这4字你甲小看嘛，目睭在检测。你一台拖拉机遐尼大台，你是变啊看过拖拉机内底面的物件？各位乡亲，我穿啥物内裤，你敢知影？目视检测有合无？所以像这款物件，目视检测，咱绝对袂使听入。这一部分，第二部分就是讲，这个啥？伊讲做买错样，变啊错样啊！你物件已经带落去顶内底面啊，即摆然后时阵以后才毋知偌久的时阵请入来，迄个足侪时间了后，才发现来讲，这物件有渗出水、有毒的物件，即摆才来补救，你带落去变啊补救啊！那这个黄先生告诉我们，在台南的经验好像不太可靠，也许高雄的经验会不一样。我们还是虽然说这个节目开录之前，这个制作单位有跟这个开发事业单位富俊公司跟高雄市政府有做这个沟通但是他们今天没有派员到现场来。但是现在我还是要问一下，现场有没有公部门的代表或者是事业开发单位的相关代表要来做出澄清和说明的，说我们高雄做的和台南做会不一样，有没有？
目前看到是没有。好，那我想请教一下乡亲，你看了这么多，也听了这么多，你有什么想法没有？请举手发言好吗？除了刚才那个黄理事长所讲的这个车子啦或者工作机械上面压破了以外，还有其他原因也会破了哈。比如说那个油漆的那个调薄剂啊什么的，这个化学东西啊，会把它融化掉，一下去一样会融化。所以它这种东西，即使你没有压迫它，要给它搞破，伊嘛照常，这个过迄个顶悬的废弃物过袂掉。而且哦，这个所在是一个山谷，伫这山谷内底吼，伊这个物件虽然是讲袂流落、袂安怎吼，但是嘛有可能伊这算讲伫遐的时阵若落雨入去，这个土会变成竹骨竹迄落，所以嘛有可能会崩去啦，毋是干那流落土骹问题尔。吼，伫这山谷伊个山介行，吼并无适合做这啦。好，谢谢。其实乡亲有提出非常多疑问，我们刚刚讲说，其实这是坡度超过40%以上5级坡，按理说是不能开发的。还有这些不透水的这些防水的黑色塑胶布，真的能够耐用吗？好，这是大家的疑虑。再来呢，就是说，其实这边你说这个。如果说都这事业这新作范围呢，都铺上了不透水防水布手，那水透不下去，有没有可能地表的径流量就增加了？这边过去就有土石流、泥流的这样一个情况发生。如果当这样的28公顷土地都变成不透水的，有防水布阻隔之后，地表的径流量增加，是不是会造成土石流和泥流情况更严重呢？我想这都是乡亲很疑虑的，也需要我们的公部门的代表或者是事业开发单位来跟我们做说明的。好，我想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以后继续来讨论。好，分享正常节目现场这个阶段我们继续来讨论的就是说，这个事业废弃物掩埋场设在这个地方，其实有些环境上的隐忧哈。那譬如说这边有靠近岐山断层，这个地质是不是够稳定哦？那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事业这个开发单位比如说这富俊公司，它的规划是说每个月的这个废弃物处理的量估计是6万吨。好。那我们知道这边是台28线嘛，其实也是一条观光的省道。那如果是6万吨的这个事业废弃物要进到这里来的话，以20吨的这个卡车当作来计算的话，那一个月就有3000车次。如果一个月30天，每天都不休息的话，一天是100车次的重车进来一趟，出去一趟，所以一天就是200车次哦。其实对于这边的观光的这个发展，甚至当地居民、老人、小孩、学童上下班的上下课的安全，其实都会形成隐忧哦。所以呢，这个问题恐怕是当地居民非常想要听到我们的这个公部门的代表，还有事业开发单位富俊公司来跟我们做说明的。这个地方其实是有环境的地质敏感带的，在这边新设这么大量体的事业废弃物掩埋场是有疑虑的。乡亲的疑虑是什么呢？跟着记者镜头去了解一下。大家都很记老头，王先生做民宿几行年嘞，也特别係自己開心農場。當年佢青春有嘅事情，就係老環境整理好勢，讓將人客。其他好，他們涼，佢涼。家己而家見你當然做下伊啊吼，唔敢起地來哦。講乜解？講咧伊安尼咧工業廢棄物嚟講，有爐渣啊、cùng污泥啊，也非常比起來吹過來偏來。當變成安尼，大家里面的健康會受到很大的影響。愛做掩埋場目，見到嘅態度凍結節。當然咯，佢模仿人啦，伊人才又好，佢安尼掩埋場咧深厚，差唔多500公尺，要做那個安尼動物園一定地。那個市長也是說，把我們這邊建設為高雄市的後花園啦。按太個防疫，見做嚟掩埋場。對安尼影響大蠻大，將來見呢安尼民宿一天冇生意啊！公共產業係採取多年發展青春遊嘅素材。像我們內門鄉裡面有文武鎮頭嘛，宋江鎮啊，你看這個觀光把文武鎮頭，然後自然生態這樣看過來，就是剛好一個細妹。如果說就一系列走開，你中間斷絕了，
是不是感觉到很可惜嘛？台28千嘅顺丰约150公顷嘅素菜，私人公司已留佢买下来嘅。另外有数片鸦片28公顷客家嘅素菜，也下含有嘅黑的鸦片。不过呢，南北鸦片就会变做燕麦厂，会卖非稀物嘅素菜。不过呢，也附佢含有热黑，顺丰又按到拖拉库，南北却按用来去去，大家开会去下。 因为他们是有2000吨嘛，那如果2000吨的话，很好算嘛，大概就是大车的话大概就是100车次，那如果小车的话大概就是300车次。我们那边是那个乡下嘛，那小孩子啊、老人家都在路上，对了，那蛮危险的。南北更不有行卡道嘅拖拉库，原定动道嘅废弃物，当然来到鸦片咯，惊到猛结少。土质因为随着地震的频繁，非常的容易松动。 我们这边呢，从小的时候呢，只要遇到台风天下大雨，就会有土石流，那地面就会被掏空，那交通上非常的危险。我们就因为这样子，从小要上课的时候就被迫，我们要停课。顺丰就系恶天，想冇买嘅东西，交通又当困难。一卖场嘅素菜，就替政府广告嘅产品含有体温、体质敏感期。 那你说这些东西掩埋在这里，千年万年，它永远不会移动的，不可能移动的，绝对万万不可能移动的。那哪一天，像如果发生个大地震、大灾难，你个大洪水、百年大雨，他们都说他们经得起百年大雨，真的吗？我最害怕的是，我们哪一天会不会变成小林村第2？面对环境因素，还有废弃物掩埋嘅需求，居民竟提出争议，嘅案呢答案系乜嘅呢？ 好，我们刚刚的居民有提到说，事实上这个附近是内门、旗山还有田寮这3个地区交界的地方，所以这个地形的这个组构、地质地貌是非常复杂多样的哦。这个如果说28公顷这样一个事业废弃物掩埋场，它都铺上了不透水的这个防水布的时候呢，会不会地表下大雨的时候地表径流量会增加？而这个部分可能会造成我们靠近田寮地区那些泥岩地区。 它可能真的会造成比较大灾害。我想问一下黄理事长，就是说，这个铺了不透水布之后，地表径流量增加，这个东西是不是应该要把它写进环评书，要好好做考量的？啊，实际上地表径流跟参与哦，这地质吼，也有这迄个偏滑度吼，关系足大。你粗糙系数哪大，伊地表径流哪慢呐。所以讲，你若阿蒙图会有这地表径流足紧。 啊！你当然的时候，你像啥像防水胶布的时候，佫更加紧，所以伊的地表径流佫更加紧。啊，即马像这来讲，地表径流紧的时候，毋是讲让咱家做水灾尔，包括伊的流域，整个流域，伊的中游、下游，全部做水灾。因为遐个雨水的时候，无法当渗入嘛，无法当入渗嘛，无法当主流嘛。哦，啊，即马你若入渗的时候，咱对咱环境有足侪好处，包括咱的地下水会当的时候互相补助。 即马刷落去的时候，迄个啥，迄个主流了的时候，咱的水就要遐尼紧就流落去。但是不行，伊用这个防水胶布，啊，你甲看遮尔大面积的时候，防水胶布若铺落去，我会当甲大家报告，咱遮的水灾的量，绝对的频率发生频率会比以前更增加。 会不会设这个废弃物掩埋场？刚刚环保局长说，这个环评委员会做审慎的评估。但是现在看得到的是，我们从经济部的地质调查研究所地调所得到资料是，这边就有个旗山断层在这里哦，这里就是计划区，这边相距其实蛮近的。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对于这个部分，我们当地居民有没有疑虑的？长期了后，才变做地下水下含水，我变成讲来以后。 阮个后代子孙要食水就足困难啊！哦，佮这农作物要灌溉，拢爱死。佮这重大的问题就是啥？这农作物伊这有毒的，这农作物不一定会死，但是人会死。哦，像咱农药相像，农药佮喷咧这个树仔咧袂死啊。毋过迄盐佮大咧，迄树仔一定爱死。你也莫甲阮做咧，阮这后代子孙拢毋免烦恼。阮这代爱拍拼就是拍拼遮。 显然要担心的问题非常多哈，我看这位大哥，大胡子的这位大哥，这个所在吼，因为离咱旗山的短暂的迄个地动的敏感区啦吼。啊，这个掩埋场的下骹，佫有一条迄个阿公店的夜雨饮水，虽然这个崩坑吼，伫这个土面以下，差不多47米到74米，有当时啊吼，有的所在山较悬，伊就离较深啦吼。
但是呢，因为这个地动的关系吼，嘛该有可能，甲拖里去啦，拖这地表拖里去吼，水从摄落，若摄落去，咱这个夜饮水吼，这个阿公店的水库就会去互污染着，若污染着阿公店水库，咱高雄的南部包括公山啦吼，这个较晏迄个西南边的这个所在，可能规个拢会去迄个影响着啦吼。好，这是你的疑虑。好，那我看看这位先生是不是？好，这位大哥。其实我有看过那个环评书哈，因为他96年跟98年的那个雨量的数据哈，因为98年的时候我们是88风灾，那反而是88风灾的那一年，它的雨量数据反而是低于96年的，所以在这个部分觉得是非常的可疑之处啦。如果说我们真的又遇到这样很大的一个我们的那个地震的那个断层，遇到这样一个大的一个灾变的时候呢，那我不知道我们这么多居民，我们处在这个地方，那这个公司要怎么来跟我们做一个保证？那他会不会是以后可能就是两手一摊说这个也没办法，可能就是这个大的天灾，那也对我们居民是相当没有这个保障的这样子。那我这边也补充一下富俊公司所说的了哈，说这个没有错，在这个掩埋场的东南方呢，确实有这个旗山断层，可是相距有2.6公里这么远，所以呢，这个事业废弃物掩埋场并没有盖在断层上面，而是离有2.6公里这么远所以他觉得说，其实这个部分乡亲可以放心一点。那我不知道说我们的王忠义王老师你怎么样看这个富俊的说法，说离2.6公里我没有盖在断层上面，这其实是安全的，大家可以不用太过滤。我们的活断层离我们这边最近的最近的就是不到3公里。那根据活断层的里面的一个规定你假如在活断层的50公尺，你就不能看几级的地震，几级的地震，较低级的地震就是50公尺内，你起厝就是袂使超过2楼的、2楼的啦。但是我要甲大家讲，虽然讲这离伊无到3公里改成会当起啦，但是我要甲大家讲，伊伫遮起几楼你敢知影？我甲大家讲，起75公尺，改75公尺。75公尺，75公尺等于25楼。地动来的时阵伊个海陵土佫会滚啦。电台来地基佫无地基伊伫遐害若甲害出去咧？害出去啦！规条铝连溪，伊即摆对面去了，就对基质死去，规个拢飘过去，变土石流，佫有毒废弃物的土石流，规个就甲涨过安尼啊，乡亲。恁兜拄仔伫遐困，伊拄仔甲伊冲去，拄仔像迄小拿共款、小林共款，拄仔灭庄。这是我非常担心的所在。我们内门旗山田寮要做高雄市的后花园这部分有什么想法没有？有没有什么其他？这位大哥。我的问题，但是今天的开发商并没有来，我还是把我的问题提出来哈。那针对开发商，他的废弃物。它的来源到底是来自哪几家公司？那么这几家公司在收这些废弃物之前，那它是怎么处理的？那一般我们的常识、我们的观念告诉我们，废弃物大部分都是进这些那个焚化炉做一个燃烧的动作。那基本上焚化炉燃烧所剩余的炉渣，其实是对最低的一个污染。所以我们希望它还是一样沿用焚化炉来燃烧，而不在我们旗山，在我们内门做这个垃圾掩埋的一个动作。再来，垃圾掩埋场一旦盖了之后，我相信以他们现在的资本额，绝对不足以来防范未来这个大量雨水的这个废水处理。假设哪一天88风灾再一次发生在我们旗山内门这个区域的话，那么谁敢保证我们的安全？所以我坚决反对垃圾掩埋场设置在这里。好，
好，这个5月8号厂商有开这个说明会啊，那也许有些乡亲没有去听啊。那我这边拿到的是公开说明会的资料，这个当时候答复是说，这些废弃物呢是无机性的废弃物，但是呢它也不适合送到焚化炉去焚烧，那又没有再回收利用的价值。如果没有妥善处理或流布出去，还是会对环境造成污染性和环境卫生问题。这是当时候公开说明会这个会议记录里面的资料，就是说这些东西它没有办法送去焚化炉焚烧，又没有回收再利用，是一种无机性的废弃物。当然，我相信说，厂商如果看到我们节目的录影的话，也可以跟乡亲持续保持沟通，因为乡亲的疑虑真的还是很多。好，那后面这位大姐，我觉得这边很多疑虑哦，根据那个废弃物清理法哦，第一章总则的话，第2条，他说一般废弃物的话是包括那个事业废弃物的事业是包括农工矿场，然后那个营造业、医疗机构，还有那个其他的那个清除处理机构，还有其他学校一些实验的那些废弃物都是在那个什么清理法里面是合法的。那我不相信说他们到时候就会说没有那个医疗的那些废弃物来，或者其他的废弃物。我觉得这个是在欺骗我们。我希望讲咱这个莫要做落，因为咱做落万年久远，咱遮无可能就是讲大家囝孙爱受害，所以伫遮呼吁大家一定爱站出来，一定爱坚持落去。吼，迄天市长嘛讲，地方人若反对，啥物人若无法度甲你做落啦。吼，迄天市长阮去甲伊讲安尼，所以咱地方就爱大家反对、坚持，大家拢袂甲你做落。啊，但是你若变损失、变煞煞，像阮遐里长拢去用烧头去，啊，着点点啊。安尼，你的囝孙就有可能，互伊的毋是讲好山好水咯，吼。所以，伫遮希望大家爱甲咱大家徛出来人肯定，大家互相鼓励，安尼好唔好？好，谢谢。好，其实台湾最近的这些环境的污染问题，其实我们都谈到所谓的区域的一个概念了哈。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说，虽然事业新办的地点是在我们内门、旗山、田寮3个区交界这个地方，是在所谓的山区，但是我们看到这条水系下去2人溪影响的不只是高雄，也有台南。这条阿公店集水区下去，其实大高雄市的水源区可能，或是南高雄地区也会受到影响。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又有一位从高雄2人溪这附近来的一位这个我们高雄的子弟，那同时也是我们书党的策略长，告诉我们说，您觉得这是整个区域、整个大高雄市的问题吗？还是说是我们乡亲要怎么样把这个力量扩散出去，大家共同来监督？还有这个地区的发展，就您的观察，您身为高雄子弟，您的建议又是什么呢？这个案子是2人溪流域的重大的事情。2人溪本来名字就叫2城行溪，阮到的住里2站行，阮住里下游啦，加上游。所以我们下游的人是很感谢上游的居民来阻挡这些污染，我们大家也会一起团结起来抗争这件事情。那其实我们在这里不是只有反对而已，我们也要提正面的主张、正面的替代方案。这个替代方案本来是政府要帮我们提的，那政府无能的时候，我们就人民自己来提。我们这里最漂亮的、最有文史价值的是码头山。旗山有三个山，第一个山就是码头山，码头山、将军山、旗后山。那码头山这里其实是一个很棒的文史资源，我们可以把它做成一个码头山文史的自然公园。那这个自然公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浅山生态系，这里看到的是泥岩的地质，但是泥岩地质上面为什么不是只有竹子？以前种甘蔗，以前种过水稻。现在我们也看到很多先驱的树种也跑出来了，罗阿秋、构树、雪桐，还有相思树，这些先驱树种出来了。而且先驱树种一边一挂高生，慢慢一些大树、常年的乔木也慢慢长起来。我们看到这里其实很多很棒的生态，但是它环评报告里面写的非常粗糙，它只写了4个保育类的鸟类。但是我们在这里的人，大家都知道，凤头苍鹰这里很多山羌、穿山甲，连最近大家在吵这个垦丁国家公园花钱，这个梅花鹿的富裕，这里也有梅花鹿啊。
那在市区说要富裕这个萤火虫，这里也有萤火虫啊。政府怎么花大笔钱在富裕，结果这里原本有的东西，他弄一个掩埋场来破坏，这完全道理不通嘛。所以我们在这里很简单一件事情，好的生活就有好的生意。当我们把这块土地保护好，政府就有责任把这块地保护好，人民的好生活自然就带来好生意。这是一个我们人民提出来替代方案，请陈局市长回去看一下你当初提的政见，奇美后花园啊，现在变成一个掩埋场，这样对吗？好，谢谢。谢谢这个从市区来的高雄子弟。好，这位阿伯，我的要求是要求，希望市长甲这财团唔通来妨害阮遮的善良民。因为大家是足辛苦拍拼来的呢，唔是今仔日有这个地铸造到这个地位呢。拍拼到这个地位来讲，伊来甲咱妨害到，阮这顶辈人都拢讲拢无去啊啦。好，好，实在吼，实在是真可惜哦。今日我高部长无法度爱讲啦。我感觉哈，像选举的时候哈，都讲的多少民意在优先啦哈，看看哈都没有效果这样啊哈。像我们那天去那个市政府抗议，20几台游览车去哈，都不理我们，站了1个多小时了。我感觉哈，对这个民主哈，好像现在好像不民主了。哦，应该哈，我们住在这里的人有意见哦，这议员也不理我们，里长也不理我们，啊，我们选举干什么嘛，对不对？所以哈，我感觉哈，我们应该团结哈。早今年哈，这个有没有想要设进在这里，我们都干脆都不要去选票了啦。实在讲，太不应该了啦。谢谢各位。好，好，那我想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我们的黄理事长，先开始跟我们做个总结，说从这个案子您看到的，或者说台南的经验，你觉得可以给乡亲什么样建议的？咱这个所在吼，咱上惊的是惊啥？惊讲只个水源的时候吼，渗出水，因为渗出水，伊甲你写真保守，所以讲伊有可能时这污水会到吼这个基山溪去。关于这点的时候，阮会过来提数据。你若讲台湾基山溪去，毋是讲二林溪污染尔，包括基山溪，啊基山溪去就变啥？变高平潭学院，规高雄市拢着。啊，像这个变袂出来着这个嘛，啊像这严重的代志，咱无论安怎，一定会讲，你讲对不对？好，那谢谢黄理事长。好，那大姐要补充是不是？我看他们的环评书哈，他说我们台湾现在有7家处理掩埋的公司，我们高雄就占了3家，那这3家的处理量，整个台湾省是104-420，那光是高雄就占了78000的，差不多降到要8成。我们高雄是个重工业区，啊，可是这些重工业区的公司总公司都是设在台北，税金都是台北在收，可是垃圾要由我们来收，真的对我们高雄很不公平，对不对？好，那王会长，咱全国吼，全国有放起哩网路的，伊的废弃物吼，咱个算出来一档吼，2630万废弃物咯上网路的，因为一级废弃物吼都要上网路，咱个查出来吼，2630万，啊若即个做出来吼，一日2000吨，一档就1800万，1800万吨啊！啊，咱全国的掩埋场，全国的工业废弃物、一级的废弃物，拢要来欠这呢？安怎个少？全国呢，恁有去领着咱中央予你啥物福利无？无嘛，拢无对不对？拢无嘛。啊，全国的废弃物拢要来放恁兜的边啊，安尼敢会使？啊，咱搁即摆看哦，来，咱搁看，咱即阵目前哦，咱的废弃物哦，2630万啊，但是我要查出来，咱搁对外国进口废弃物进口4000
820万啦，啊4800，一个月吼4820万啦，4820吨啦，啊一吨是毋是4万几吨？要到5万吨啦。咱爱卖场啊，啊无搞点着，啊咱就卖进口嘛，对不对？咱个进口的五金，咱个进口的货油，咱来讲韩国啊，韩国进口货油偌济呢？当然4月份哦，2976吨货油哦，货油。所以台湾无欠爱卖场，台湾欠啥？台湾欠照顾老百姓了，对不对？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废弃物掩埋场，它所在的位置就在我们高雄市的内门区、旗山区，还有田寮区3个区所在交界地区。其实居民都有非常多的疑虑。虽然说5月8号在内门紫竹寺有开过一场公开说明会，是由富俊公司的董事长许福森许董事长来召开的说明会，但是地方上的乡亲认为说，是不是我们内门、旗山、田寮要有更多的公开说明会，让更多的乡亲来知道这件事情？不是说只有在内门开1场就够了。今天这个现场，我们的乡亲提出非常多的质疑，非常多的疑问，这些问题在现场都没有办法得到解答。我们非常恳请公部门的代表，还有厂商的代表，在这一场的村民大会之后呢，管道是畅通的，持续保持沟通，然后有诚意的来跟大家公开做说明，到底所谓的乙级事业废弃物掩埋场，它要掩埋的是些什么样的东西？你的废污水怎样去处理？是不是真的要废水回收再利用做洒水利用呢？还有你的周边的道路交通管制是什么？这里的生态敏感区种种问题，这里有很多元的丰富的历史文化，都值得我们的更上位的市政府做更全面的整体的规划。以上是今天的村民大会，感谢您的收看。下礼拜请你同一时间持续锁定村民大会。我是台港安之 C， 谢谢。